新竹公務局中呢，昨是辦一個歇卵營隊去到台東的阿朗伊古道，也毋過行無偌久的時間，就互一陣澎飛來甲攻擊啊！這團隊是拆做兩邊走去避難，尾啊也是有這11個人去互定着。加在在治療了後，這人即馬全部攏平安。等一下，有啊，要等一下。你幾個？還沒有其他被盯到。消防隊員到場，趕緊替學生囡仔處理好虎頭蜂定着所在。才走200公尺，就有學生說：“我被叮了，大家蹲下來。”新竹的公務局中書記省長營去到阿朗伊古道進行微古道探索活動，想袂到拄去行無偌久，就發現去互蜂定着意外。集結過程當中，他們的團隊就拆成2個部分，一個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難，一個部分往後面去避難。那往後面避難的比較快出來，所以他們在我們還沒抵達之前，有些部分已經先自行送醫。剩下的大團隊的話，就是往前面避難那一群。那為了避免回過頭來再有危險，所以就是帶着他們走海邊，從海邊這邊迂回到安全的一個地點，這樣子。蘇生包含做志工醫護，攏總45個人，有11個去互蜂定着，有的先家己就醫。其他的人嘛去互環巡隊送到大武衛生所，目前攏無性命危險。消防局呼籲，即馬是蜂活動的時期，若要上山，就一定要提懸警覺。若發現蜂竇或者是巡邏蜂，千萬唔通烏白一，也是去駛人，就要保持冷靜、安靜、撤離，才袂受到蜂的攻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